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对抗新冠病毒，目前临床有2种可能有效的药物，一种是瑞德西韦，一种是羟氯喹宁。也毋过有医师来提醒，这个投药的时机真重要。若是体内的病毒伤多，或者是免疫力无好的患者，恐惊无尽有效。另外，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研究，讲有7%的儿童无症状，但是煞有肺炎。所以嘛，要提醒咱的家长，除非有必要，若无尽量莫带囡仔到大病院的急诊室。若身体有状况，先去诊所，安尼才会当减少防传染的风险。发烧会少，可能都是新冠病毒伫作怪。这个全新的病毒有一个致风险的美丽外表，和所有人拢啥拢无。不过 WHO 发现讲，这个药物瑞德西韦用伫病患的身上，敢若有效果。我们是正式进到临床试验当中。那目前我们已经有3个个案进到使用到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。瑞德西韦伫当年 SARS 期间捌用过，不过即马有另外一种的药物叫羟氯喹宁，伊疗效嘛引起讨论。相对上，这2个是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，而且刚好它也效果比较好，所以是运气还不错了哈。原则上都是尽早投药了，病毒量还低的时候投药效果都会比较好。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一篇来自中国湖北省武汉儿童病院的研究，发现讲170个确诊儿童内面有15%完全无症头，另外7%无症头，不过有出现肺炎的情形。儿童重症还是肺炎啊哈，如果是肺炎的话，就会造成呼吸困难，可能需要用呼吸器，呼吸衰竭。少数的报告是说1岁以下的儿童会比较严重一点。医生嘛呼吁讲，若是真必要，尽量避免带囡仔到大病院的急诊室。先到诊所去看卖，会使降低被感染的风险。